安南病院心脏外科主任，同时嘛是医疗副院长陈伟华表示，类似吴女士急性主动脉剥离，下更对肾主动脉一度剥离到双侧的髂动脉，并且合并迷走右侧锁骨动脉特殊构造的罕见病例，发生的几率只有1/1000,000。如果48点钟内无动手术，死亡率高达5成。发生不舒服的时候是凌晨5点10分。感觉喉咙有一个喉的声音，痛到差不多心脏这边，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要喝一点开水，温开水就喝，还是很痛，我们赶快去急诊好了吧。他就带我们不然去急诊，我们到安南医院这边，我们这边我在港口这边很近啊，来到这边不用10分钟，我这边就自己开车过来，马上就检查，检查之后，他们说很严重，可能要赶快开刀，那就开刀了。吴女士在来的时候，其实她的症状也很罕见哦，她就是以吞咽困难来表现。那因为她后来有合并胸痛，然后我们后来检查才发现说，原来她是一个A 型的主动脉剥离合并这个迷走的这个锁骨动脉哈。那我们在知道他的病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紧急安排手术，因为我们知道 A 型主动脉剥离的死亡率相当的高哈。那在手术过程其实会稍微复杂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有多这条动脉从主动脉出来，所以手术过程必须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脑部的这个这个就是灌流的状况。那同时呢，我们要重建这个锁骨动脉，会让手术变得比较困难。那幸好我们医院有这个新的这个复合手术室我们利用里面的影像去精准的定位跟整合，所以我们把病人的这个术前术后的状况比较清楚的掌握。然后在做完这些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做了一次断层扫描，就是直接在复合手术里面做断层扫描，去确认说我们帮他这个重建的血管没有问题，也没有内漏的问题，然后也运气的不错患者在术后第1天就拔管。然后目前已经出院超过3个月以上，然后复查的断层扫描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也如我们的预期，我们要修补的包括深主动脉、主动脉弓跟降主动脉有成功的做修补。为了会用一改完成深主动脉加主动脉弓的重建，同时佫无牺牲迷走右侧锁骨的动脉，安南病院利用拄完成做个上一个复合混成手术室来进行全主动脉弓的置换加冷冻象鼻的手术，结合传统的手术加3维影像的呈现，和心脏外科的团队会用在影像的辅助下进行手术的精准导航，而且手术后嘛用透过机器来进行断层扫描，确认缝合处的支架放的位置是毋是有内漏或者是刷位，确保唔免重复出入手术室，分阶段来手术，减少感染加高风险手术的并发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